人的本事一直都不怎么样啊！你这老东西，不要在我体内随便开口说话，万一被在场哪个元婴修士感应到了，徒增麻烦。发现又能怎样？凭你我联手，大不了再重返凌渊之地就是了。我说的话，你最好听着就好，否则别怪老夫不守信。哎呀，玄公老弟，何必动怒呢？好，老夫